大家好，我係2A 班嘅黃俊彥，今日分享嘅係圖像樂園。圖像樂園入邊有一架火車，有王子，有士兵，有隻王子養嘅狗，佢叫做毛毛仔。火車有8個圓形，有3個長方形。王國有長方形13個，每個有4個直角，加埋就係有52個直角。三角形有3個錐角，如果加埋就有9個銳角。我嘅分享完畢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